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成型之後，新港兩地居民跨城往來早就變成日常常態。由羅湖、福田、深圳灣各大關口出關，搭地鐵直達深圳商場、大型超市、醫院、飲茶消遣嘅香港長者數逐年飆升。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5年發布嘅跨境出行數據顯示，全年60歲或以上香港長者北上深圳出行人次突破200萬。當中大部分人落深圳都係為咗買嘢、探親戚、睇醫生同老友飲茶。但過去1年，社交平台短視頻群組入面不停流傳各種失真傳聞。有人話深圳地鐵全面取消香港長者免費搭車福利，亦有短視頻大肆渲染地鐵站輪年識別天眼系統，專門針對香港居民。一俾鏡頭掃到就即刻叫公安拉人罰款，更加有大量長者親身踩坑，攞住香港樂悠噻直接刷普通閘機被系統攔截，跟人哋後面衝閘之後被工作人員攔低罰款，甚至同職員發生口角衝突。唔少香港長輩因此對北上深圳產生心理陰影，唔敢隨便落去玩。我本身係長期深耕大灣區跨境出行資訊嘅自媒體創作者。過去1年收到幾百位香港老友私信發問，大家嘅核心疑問幾乎一模一樣。年滿60歲嘅香港居民到底可唔可以免費搭深圳地鐵同巴士？香港八達通長者優惠卡、樂悠噻，點解內地閘機完全用唔到？網上講嘅人臉識別核查系統真實作用係咩？北上搭車最穩陣，唔使排隊嘅操作流程有邊幾種？有啲咩隱形陷阱會導致罰款鎖埋張證件？今日呢篇內容會拋開網絡碎片化斷章取義嘅短視頻謠言，結合深圳市政府官方文件《深圳地鐵營運管理守則》、大灣區9市敬老優待政策細則，由底層邏輯拆解兩地交通優惠體系嘅根本差異，逐條澄清網上所有假消息。分唔同場景講解3種免費搭車嘅合規方案，整理出行4大高頻踩坑陷阱，同時延伸對比廣州、東莞、珠海等灣區城市嘅長者優待政策，補充證件核對、年齡計算、深夜出行等特殊場景處理方法，全程以客觀專業嘅角度還原全部真相，等所有打算落深圳遊玩、探親戚嘅香港長者睇得明記得實。全程順順利利出行，唔踩任何雷。首先，我哋一定要釐清最核心，亦都係絕大部分香港長者搞混亂嘅基礎概念：香港樂優、長者八達通同深圳內地長者免費搭車體系，會由底層系統層面就完全獨立，根本冇互通兼容嘅可能性。呢一點先至係所有誤會衝突現嘅根源。好多香港長輩有思維慣性。樂悠噻係香港特區政府聯同八達通公司專門為年滿60歲合資格長者推出嘅交通優惠憑證，卡片印晒中英文雙語說明。全港港鐵、專營巴士、輕鐵、渡輪、綠色專線小巴等公共交通場合都可以享用政府補貼半價或者免費福利，喺香港本地屬於公認嘅法定優惠證件。因此，主觀覺得呢張卡去到深圳一樣，可以直接刷閘機免車錢。但兩地公共交通補貼主體、系統營運商、證件核對標準完全分割，唔存在互通互聯嘅技術同政策基礎。由政策資金來源拆解，香港樂悠噻對應嘅優惠屬於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全部補貼資金都由香港特區財政承擔。補貼適用範圍嚴格限定喺香港本地註冊營運嘅公共交通工具，政策文件入面從來冇包含內地軌蓋交通巴士系統嘅使用權限。而深圳全市60歲以上長者免費搭地鐵、普通巴士嘅福利，依據係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擴大我市老年人享受敬老優惠待遇範圍嘅通知，深府辦函2021組113號文件清晰寫明，凡年滿60周歲以上老年人，唔分戶籍身份，內地居民、港澳居民、台灣居民同樣享有市內地鐵、常規巴士免費乘坐權益，補貼資金全部由深圳市本級財政單獨撥出，兩套福利體系分屬兩地政府。財政營運主體互不隸屬，自然冇辦法做到卡片互通識別。再由技術營運層面分析，香港樂悠噻嘅讀卡結算年齡核對系統由香港八達通有限公司獨立搭建，伺服器數據儲存、識別演算程式全部擺喺香港本地。深圳地鐵巴士依靠深圳市地鐵集團、深圳巴士集團搭建深圳通統一電子支付體系。
支持實體深圳通微信、支付寶內地乘車碼、深圳智慧養老、移年卡3類識別載體，兩地卡片晶片協定、數據加密格式、身份核對資料庫完全唔兼容。深圳地鐵閘機讀卡設備讀取唔到樂悠噻入面儲存嘅香港本地長者身份數據，自然識別唔到優惠資格。好多長者試過直接攞樂悠噻店閘機感應區域，設備會直接彈出無效卡、讀卡失敗嘅錯誤提示，反覆刷卡仲會觸發卡片，臨時鎖卡。返到香港之後要專程去港鐵客戶服務中心辦理解鎖手續，無端端增加唔少行程麻煩。呢個亦都係大量長輩踩過嘅第一個基礎誤區。網上流傳最廣嘅謠言之一，深圳取消香港長者免費搭車福利，能連識別天眼，專門針對香港居民嚴查。呢句傳言完全曲解政策同設備設計嘅初衷。我哋結合深圳地鐵官方營運公告、設備技術說明完整，拆解真相。過去2年，深圳各大換乘大站關口地鐵站、羅湖福田深圳灣口岸站人工免費通道加裝嘅高清人臉識別設備，俾網友通俗叫做天眼系統。呢套智能設備嘅核心設計目標係杜絕冒用長者證件、偷用福利逃票嘅行為。核對對象覆蓋所有內地、港澳、外籍長者，唔存在專門針對香港居民嘅定向私查機制。結合系統運作邏輯，詳細講解人工免費通道配套嘅證件閱讀器同人臉識別鏡頭會同步收集2組數據。第一組係手上證件嘅官方備案資料，回鄉證、港澳居民居住證、內地身份證，包含證件編號、登記出生日期備案人像。第二組係即時拍攝通行人士嘅面部生物特徵，包含骨骼輪廓、皮膚紋理、面部衰老特徵等多維度數據。系統透過毫秒級大數據比對，完成2項核對。第一，通行本人同證件備案人像係咪同一個人？杜絕仔女親友借長輩證件偷用免費福利。第二，透過面部生物特徵初步評估年齡區間，輔助工作人員判斷通行人士有冇達到60歲法定免票門檻。如果系統比對出現異常，譬如證件登記出生日期顯示持有人1965年出世，年滿71歲，但即時人臉數據判定年齡區間只係30至40歲。識別會向工作人員操作終端推送黃紅色警示提示，工作人員只可以禮貌叫停對方，要求牙齒核對證件資料、詢問出生年份，完成人工複核。對於證件人臉完全匹配、年齡達標合規通行嘅長者系統，唔會產生任何警示，工作人員可以快速放行。整套設備本質係減輕人工核對壓力，提升通行效率，而非限制港澳居民出城。由真實營運場景佐證，深圳地鐵公開2020年稽查數件事，全年查處冒用長者證件逃票案例入面，內地戶籍冒用佔比超過65%。港澳居民違規案例只佔總查處量11%，大部分違規行為唔係全心偷福利，只係唔熟悉搭車規則誤操作，足以證明天眼系統核對冇地域針對性。同時根據深圳市城市軌道交通營運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冒用他人優惠證件、無票強行衝閘跟行後面進站，全部執行統一處罰標準。按線路單程最高票價補收全額車資，同時加收10倍票價作為違規罰款，唔分內地港澳乘客，一視同仁，唔存在針對香港居民加重處罰嘅規則。好多短視頻只係截取港澳乘客被攔截嘅片段，刻意忽略內地居民同類違規處理畫面，製造區別對待嘅誤導觀感，屬於典型斷章取義、傳播虛假資訊。呢度延伸一個大眾容易產生嘅假設場景，如果完全取消呢套人臉識別輔助設備，只靠工作人員肉眼人工核對證件，會出現點樣嘅情況？深圳每日跨境往來港澳居民超過30萬人次，淨係羅湖口岸地鐵站繁忙時段人工通道排隊長度可以去到幾十米個，單憑肉眼識別，好容易分唔清證件商同本人，肉眼誤判年齡。大量冒用證件行為冇辦法管控，最後會造成公共財政敬老福利被濫用，合規長者排隊時間大幅拉長，出城體驗大打折扣。天眼系統上線之後，合規長者通行核對速度提升62以上，反而減少排隊等候時間，係兼顧公平同效率嘅智能化升級措施，絕對唔係網傳限制港人出行嘅工具。澄清完兩大核心謠言，
跟住整理香港60歲以上長者喺深圳免費搭地鐵、常規巴士嘅3種合規完整方案，分別適配3類唔同出行人群。一年淨係落深圳1-2次短途遊玩嘅長者，每星期固定落深圳買嘢探親戚嘅高頻出行長者，熟練使用智能手機電子支付嘅年輕長輩。3種方案操作難度、便捷程度、辦理門檻分得好清楚，大家可以跟住自身情況對應選擇。第一種方案，廉時人工通道核對通乘廉利成品，適合低頻北上出行人群。呢個係門檻最低，唔使提前線上線下辦理任何卡片、線上實名手續嘅方法，淨係需要帶備本人有效期完整嘅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如果已經喺深圳辦咗居住登記，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證，亦都可以作為核對憑證，2份證件揀，其中一樣就可以享用免費搭車福利，全程唔收取任何手續費、工本費。進站操作流程，去到地鐵站閘機區域之後，唔好跟住人流行，普通自動刷下閘機，留意成排閘機兩側中間位置一定會設立獨立人工駐守雷率通道，免費專用通道。通道配有玻璃間隔，保安站務工作人員長期駐守，主動行到工作人員面前，有禮貌出示完整回鄉證正本，工作人員會將證件放喺專用閱讀器，完成系統核對，配合天眼能點時壁，快速比對，確認證件喺有效期之內，登記出生日期，滿60歲之後，手動打開通道小門放行，全程淨係需要5至10秒。出站流程同進站完全一樣，唔可以直接行普通自動閘機，需要再次去就近人工免費通道出示證件核對先可以出站。搭深圳常規巴士就唔使行專用通道，上車之後主動向巴士司機出示回鄉證，司機核對年齡，冇問題就可以直接乘車，唔使掂車載卡設備。好多長輩踩坑位集中喺呢一步，繁忙時段見到人工通道排隊，心存僥倖跟其他乘客衝過普通閘機，或者冇人睇管時段自己爬過閘機欄杆，呢類行為會被站內24小時運作嘅高清監控完整記錄後台系統標記違規行為。工作人員巡邏或者後台稽查，發現之後會當場攔低，按投票標準即停罰款，得不償失。呢度補充特殊時段處理方案：清晨頭班車，夜晚23點之後，部分偏僻地鐵站出入口人工通道冇駐守人員，呢陣千祈唔好強行爬閘機，應該行去車站大堂客服務中心入面，一定有職員當值，向工作人員出示回鄉證，講一聲你好，我想經免費通道搭車，職員會透過遙控打開就近免費通道閘門，學歸進出站。第二種方案，線下辦理深圳智慧養老宜年卡，實體敬老卡適合每星期高頻北上人群。深圳宜年卡係官方推出嘅一體化敬老優待實體卡片，全深圳合作銀行網點免費辦理。唔收開卡費，年費，年滿60歲港澳居民攞有效回鄉證就可以申請辦卡，之後可以好似深圳本地長者一樣，直接刷普通自動閘機，唔使每次排隊行人工通道，大幅節省通勤時間。同時卡片整合長者飯堂消費、景區優待、政法戶核對多重功能，長期往返深圳嘅長者性價比極高。辦理詳細資質材料渠道完整說明。辦理硬性資格，年滿60歲，持有有效期內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提供可以接收短信嘅內地手機號碼，用於銀行實名核對通知。如果喺深圳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證，可以一併帶備簡化核對流程，冇深圳居住登記都可以正常辦理，唔設居住時長硬性門檻，合作辦理銀行。平安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深圳全客處線下網點都可以受理關口，周邊亦都設有網點，方便港人就近辦理。線下辦理步驟：本人帶備回鄉證、內地手機號，去到銀行大堂同大堂經理講明要辦理港澳居民智慧養老。宜年卡工作人員現場錄入證件資料，完成能廉思域實名核對。大部分網點支持當場製卡，即時激活30分鐘之內搞掂。部分網點製卡設備有限，可以預留深圳親戚地址郵寄卡片，1個星期之內送到。收到卡片之後，去任意合作銀行網點激活就可以正常使用。使用優勢卡片入面寫入官方正老優待身份資料，同深圳地鐵巴士全線系統完美兼容。
進出站直接刷普通閘機感應區域，設備顯示扣款零元自動開門，唔使出示任何證件，唔使排隊人工通道。天眼人臉識別系統讀取卡片備案資料之後，直接快速放行，完全避開繁忙時段排隊煩惱。呢度補充延伸假設場景，如果長者行動不便，唔可以獨自去銀行網點，可唔可以由仔女代辦？根據深圳市民政局2026年最新移年卡辦理細則首次開卡，必須本人到場完成人臉識別活體核對，唔可以全權代辦。但係卡片遺失補辦激活手續可以由直系親屬帶備雙方證件代為辦理行動不便。長者可以提前聯絡社區工作站預約銀行上門核對辦卡服務，覆蓋特殊人群需求。第三種方案，微信、支付寶線上實名開通電子免費乘車碼，純線上操作，適合識用智能手機嘅長者，唔使線下跑腿。2026年，深圳交通支付系統完成全面升級。微信、支付寶出行板塊乘車碼實名通道全面開放，港澳居民回鄉證實名認證權限，唔使線下辦實體卡，喺香港手機入面就可以完成全部操作。核對通過之後，手機乘車碼自動升級，長者免費優待碼，掃碼進出地鐵、巴士零扣費，係而家最便捷零成本嘅數字化方案，亦都係大灣區交通數字化便民改革嘅重要落地成果。穩靜分步操作流程，適配微信、支付寶雙平台，即錯前置條件。手機安裝內地版微信或者支付寶開通內地支付錢包，綁定內地銀行卡或者香港跨境支付渠道，阿魯派 HK 都可以同步互通。持有清晰完整嘅回鄉證電子箱，手機支持人臉識別功能，實名認證步驟。打開微信、支付寶，進入個人中心實名認證板塊證件類型，下拉揀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依次填寫證件姓名、回鄉證編號、證件有效期登記出生日期，上傳回鄉證正反面清晰相片，跟住屏幕指引完成實時人臉活體檢測，除低口罩，正視鏡頭完成搖頭眨眼核對動作系統，1至5分鐘完成後，台公安資料比對審核通過，即完成實名綁定。乘車碼自動升級之際，實名核對通過之後，返去出城板塊申領。深圳地鐵乘車碼、深圳巴士乘車碼，後台大數據系統自動提取回鄉證登記出生日期。出現年滿60歲之後，乘車碼自動切換長者免費模式，每次手碼戰出閘機，手機支付頁面會推送交易通知，交易金額永遠顯示0元，全程唔使出示實體證件，唔使行人工通道，同普通乘客掃碼流程完全一樣。補充便利功能，完成實名之後嘅電子優待碼。支持截圖離線使用，地鐵地底冇手機信號場景之下，提前儲存二維碼截圖，依然可以正常掃碼通行。仔女可以遠程協助屋企長輩完成線上實名操作，淨係需要長輩配合人臉識別核對就得，大幅降低高齡長者操作門檻。整理完3類合規出行方案之後，跟住重點拆解4大高頻隱形踩坑陷阱，亦都係絕大部分香港長者北上被攔截罰款、享用唔到福利嘅核心原因。每一點都會結合官方政策條文、真實案例，深入解讀，區分容易混淆嘅概念，同時提供規避處理方法。第一大坑，內地周歲年齡計算同香港傳統虛歲算法存在差異，未到法定周歲提前嘗試行免費通道被拒，呢個係全網投訴衝突案例佔比最高嘅誤區，根源在於兩地年齡統計標準完全唔同。香港民間日常習慣用虛歲計算年齡 ，BB 出世即刻計1歲，每過農曆新年大1歲。好多1966年10月出世嘅長者，2025年農曆新年之後就自認年滿60虛歲，打算2026年上半年落深圳免費搭車。但你哋所有政務交通視同統一前公歷周歲計算標準，一定要過完60歲公歷生日當日先算達到係免票法定年齡，少1個月1日都唔可以享用優待福利。舉精準計算實例，出生登記日期1966年11月12日，2026年10月12日當日及之後先算正式滿60周歲。2026年7月出行嘅時候，實際周歲淨係59歲9個月。系統核對回鄉證出生日期會直接判定唔符合優待條件，
工作人員唔可以放行免費通道。如果長輩因此情緒激動，同工作人員爭執，亦都唔可以更改系統法定年齡判定標準，只可以正常購票搭車，規避方案。出行之前提前睇回鄉證上面登記嘅公歷出生日期，自己計下有冇過完60歲生日，未達周歲標準可以暫時用微信、支付寶普通乘車碼、深圳通付費搭車。等到生日當月再開通免費優待權係，避免擅長間加，耽誤促成行程。第日大坑回鄉證超出有效期限，攞過期證件嘗試核對免費搭車，被判定無效證件違規。唔少香港長者有認知誤區，只要可以順利通過深港口岸出入境，回鄉證就屬於有效證件，忽略內地政務系統對證件有效期嘅嚴格核對標準。過去幾年，出入境管理部門曾經階段性放寬過期回鄉證入境政策，允許攞短期過期證件過關。但呢項政策淨係適用於關口出入境場景，喺內地地鐵、政務、酒店住宿等場景，過期回鄉證統一判定為無效法定證件，唔可以用於申領敬老福利。真實案例參考。2026年5月，一名62歲香港長者攞過期3個月回鄉證去羅湖地鐵站人工通道，工作人員讀卡之後，系統提示證件註銷失效，唔可以辦理免費通行。長者執意強行衝閘，最後按逃票規定繳交全額票價加10倍罰款。同時，工作人員提醒喺內地使用過期失效身份證件申領公共福利，如果唔配合核查，可以轉交屬地地鐵公安進一步處理。規避方案：每次北上出行之前檢查回鄉證證件頁標注嘅有效期截止日期，臨近到期提前去香港中旅社換領新證，隨身帶備有效完整證件出行，由根源避免證件失效帶來嘅各類麻煩。第三大坑主觀默認大灣區所有城市同深圳政策一樣，攞回鄉證直接喺廣州、東莞、珠海地鐵嘗試免費搭車被拒。粵港澳大灣區9市雖然遲係推進民生優待互通改革，但各地敬老交通福利財政由市及政府獨立承擔，政策細則申請門檻差異極大，唔可以將深圳嘅優待標準套用到其他城市。呢個係跨境長線旅遊長者好容易踩中嘅認知誤區。下面分城市清晰對比政策差異，方便大家規劃灣區出行。廣州市年滿60至64歲港澳長者需要辦理廣州本地老年人優待卡，先可以響地鐵巴士半價；65歲以上先可以免費乘車。辦卡前提係持有廣州市發出嘅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淨係出示回鄉證，唔可以直接免費通行。冇本地居住證，只可以全額購票。東莞市分戶籍同居住人群。男性60歲，女性55歲為優待起點。港澳長者需要辦理東莞非戶籍敬老優待卡，持有本地居住證滿規定時長先可以申請。單純回鄉證唔具備免票效力。珠海市淨係常規巴士線路對攞回鄉證60歲長者免費地鐵線路，暫未同步港澳長者免票政策。跨城出行需要單獨預備交通預算。佛山、中山、江門全部要求提前辦理本地專屬敬老優待證件，依靠本地居住證完成申請。唔支持淨係攞回鄉證，現場核對免費搭車。綜合對比可以見到，深圳係大灣區內地城市入面敬老優待政策最寬鬆、門檻最低嘅城市，唔限居住時長，淨係攞有效回鄉證就可以現場享用免費地鐵巴士福利。其他灣區城市都增設本地居住證、專屬優待卡、雙重門檻。長線灣區遊環出行之前，務必提前查詢目的地、民政交通官方政策，唔好直接照搬深圳出行經驗。第四大坑，多人共用同一張回鄉證2年卡仔女，冒用長輩證件偷用免費福利，觸發高額罰款、徵信記錄風險。好多家庭出行嘅時候，後生仔心存僥倖，借屋企60歲以上長輩回鄉證2年卡，自己剎閘機通行，以為地鐵站人流密集唔會被核查，但撚撚識別天眼系統24小時同步比對證件人像同實時人臉，冒用成為識別準確率接近億幣，一旦查實處罰力度遠超大眾認知。跟住深圳巨鬥交通處罰施襲，冒用他人優惠證件單次處罰為線路最高票價10倍罰款。
以深圳地鐵全程最高票價14蚊計算，單次違規罰款金額可以去到140蚊。更加關鍵嘅附加懲戒規則，同一自然人自然年內利記查實3次或以上逃票冒用證件行為，地鐵營運方會將違規記錄推送至深圳公共精算機構納入個人內地信用檔案，之後辦理內地銀行卡、政務業務、居住證都可能受到信用限制。如果使用偽造變造證件，直接轉交地鐵公安，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給予行政處罰，情節嚴重可以處以拘留兼罰款。呢度延伸討論大眾好關心嘅假設場景，陪同父母出行可唔可以借長輩證件行免費通道？答案絕對唔得。優待福利淨係證件持有人獨享。隨行仔女晚輩無論幾多歲都需要自己購票搭車，一人一證，人證合一係硬性核對標準，唔存在仔女共享優待政策。除咗以上4大核心陷阱之外，仲有幾類小眾特殊場景補充說明，覆蓋更多長者出行需求。商務車廂唔納入免費優待範圍，就算持有有效回鄉證2年卡，搭商務車廂都需要全額補差價。攜帶大件行李、輪椅、助行器材嘅長者，人工劣商通路寬度充足，優先建議行人工通道，避免普通閘機狹窄通道撞爛行李。法定公眾假期週末，商場周邊地鐵站人流暴增，建議優先使用2年卡、電子乘車碼直接行普通閘機，減少人工通道排隊等候時間。由宏觀發展角度睇，深圳出台唔限戶籍、覆蓋港澳長者嘅免費交通政策，係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深化深港民生互通嘅重要措施。過去5年，深港兩地持續推進民生服務一體化，除咗長者交通優待之外，港澳居民喺內地求醫、養老、旅遊、政務辦事嘅便利化政策持續落地。截至2026年上半年，深圳全市辦理港澳居民居住證人數突破18萬，跨境養老、跨境消遣嘅生活模式慢慢普及。網上片面渲染、天眼針對港人取消長者福利嘅不實傳言，本質係兩地資訊差、政策認知不足導致嘅誤會。兩地政府一直以便利跨境居民往來為改革核心方向，不停簡化證件核對線上辦理流程，持續降低港澳長者北上出行門檻。客觀嚟講，現階段兩地交通系統未可以做到卡片互通，確實存在客觀技術財政壁壘，短時間之內冇辦法完成樂悠噻同深圳通系統打通。但深圳市交通民政部門已經啟樹推進跨境交通優待數字化互通試點。未來有望上線港澳長者優待資料，跨城共上線上資料庫，進一步簡化異地核對流程，減少人工出示證件步驟，持續優化跨境出行體驗。對於而家打算北上嘅香港長者，唔好被網絡碎片化負面短視頻影響心態，只有嚴格遵守人證合一、年滿法定週歲、使用有效證件3大核心規則，揀人工通道、實體2年卡、電子乘車碼、任意一種合規方案，就可以全程順順利利享用免費搭車福利，完全唔存在被刻意攔截、區別對待嘅情況。綜合全文，所有政策操作備坑內容再次做極簡核心總結，方便大家截圖保存、轉發親友。底層邏輯：香港樂悠噻同深圳地鐵系統唔互通，唔可以直接刷閘機免票，只認可回鄉證、港澳居住證、深圳2年卡、實名長者電子乘車碼4類有效憑證，3種免費搭車渠道。臨時出行行人工路上東路出示回鄉證，每星期交片出行線下辦2年卡，刷普通閘機，適用手機線上實名開通微信、支付寶免費乘車碼。4大絕對避坑要點：按公歷周歲計算年齡，未過完60歲生日唔可以免票，千祈唔好用過期回鄉證，唔好將深圳政策套用到其他大灣區城市，唔好借冒用他人長者證件。天眼系統真相冇專門篩查港人機制，淨係用於核對人證匹配，杜絕福利冒用。合規通行唔會受到任何限制。處罰規則：沖閘冒用證件，統一收取全額票價加10倍罰款。多次違規會錄入內地徵信系統，千祈唔好心存僥倖。呢篇內容整合深圳政府官方文件、地鐵營運管理條例、大灣區9市民政優待細則、真實稽查案例、石坑上石客完整操作流程，完整拆解網上流傳嘅各類失真謠言。所有政策依據都可以喺深圳市人民政府官網、深圳地鐵官方平台核對查證，唔存在主觀臆斷、片面解讀內容。
適合所有打算北上深圳嘅香港長者，陪同長輩出行嘅後生仔收藏閱讀，轉發俾屋企親友群組，可以幫到更多人避開出行罰款、延誤行程嘅各類麻煩。睇到呢度，相信各位老友記都完全搞清楚香港長者落深圳免費搭地鐵嘅全部規則同避坑技巧。成篇乾貨內容花咗我好多時間整理官方資料，核對真實案例。如果你覺得呢條片資訊夠晒實用，幫到你同屋企長輩避罰款唔踩雷，記得即刻俾條片一個讚，順手訂閱我呢個頻道，打開小鈴鐺。之後有大灣區跨境出行、就醫、養老優待嘅第一手資訊就會即刻推送俾你。有任何落深圳搭車踩過嘅經歷、證件核對遇到嘅疑難問題，全部都可以寫喺下面評論區嗰度。每條評論我都會抽空逐一回覆解答。之後我會持續更新更多深港兩地民生實用攻略。祝各位老友記北上旅途一帆風順，玩得開心盡興。